近日，我哋陸續收到多位業主嘅聯絡，佢哋都遇到同一個問題。原本委託嘅管理公司突然宣布會喺短時間內停止營運，我哋好明白，身處海外，突然收到呢種消息，難免會覺得不安，甚至擔心物業之後會變成點。所以我想先同受影響業主講，呢件事你唔需要一個人面對，我哋係一支扎根福岡第8年嘅在地持牌團隊，目前正在管理緊約400個物業單位。針對今次1月10號呢個咁緊迫嘅期限，我哋已經主動為受影響嘅業主提供緊急轉管支援服務。喺專業方面，我哋持有福岡縣政府發出咗不動產執業牌照同埋國家級嘅浸泰不動產經營管理士。今年我哋更全面採用電子化管理，業主會有自己專屬系統，每月電子報表同埋雲端文件備份。雖然而家正值日本嘅年末年始冬休長假期，但考慮到1月10號嘅期限在即，我哋特別為受影響業主安排咗必要嘅專業支援。只要初步評估符合條件，我哋會盡力協助業主喺期限前完成通知程序，確保日後管理權順利銜接。過年最重要係一份安心，物業有人照顧，你先可以放心過一個好年。如果閣下係屬於今次受影響嘅業主，歡迎透過 WhatsApp 聯絡我哋，簡單注明轉管理諮詢，我哋會以在地經驗同專業態度陪你一齊穩妥守護你嘅福岡嘅每一份資產。